喂，大家好啊，我係阿明啊。嗱，依家咧上去嘅香港人啦，咁啊短住、長住，人多咗好多啦。咁啊，今日咧我倒自己米啦，我講老實說話啦。依家嘅內房咧，又有冇買嘅必要咧？過往好多人咧，無論香港人定大陸人啦，一直咧都對樓市咧抱有永遠不滅神話嘅幻想嘅。咁當然啦，亦都包括我在內啦。以前大陸樓市咧就一直有人提及噶啦，咁啊泡沫供過於求，房價咧就遠高於平均收入嘅，等等等等呢啲基本正確嘅常識同埋觸覺嘅。但係咧理性聽得入耳嘅人咧，其實冇幾多個嘅咋。基本咧都係屬於咧，人人都係俾眼前嘅現象去騷到出嚟咧，就係咧覺得買親都升嘅，咁啊遲買咧就會貴到咧都唔知點上車噶啦，咁啊買樓咧冇技術嘅，全憑買得早嘅啫。成個亞洲咧都係泡沫啦，唔止中國啦，甚至咧係咧覺得咧買樓啊等於咧睇好，等於支持愛國，咁啊等等等等呢啲觀點啊。咁特別香港人啊，原本咧因為眾多嘅特殊原因啦，咁啊住香港咧就係細啊，又貴啦，咁啊逼啦，局促嘅居住環境下，咁所以大部分香港人咧一睇到大陸嘅樓盤格局咧係香港冇嘅，又或者係咧寬敞闊落，又或者係啲特色戶，咁啊見到就好興奮噶啦，上晒頭嘅，見到咧覺得平過香港咧就等於平噶啦，咁樣定義嘅。好似咧啲海景樓就係例子啦，香港南區啦，咁貝沙灣又或者係就算咧荃灣咧海之戀深井青衣等等呢啲咁嘅海景都係因為海景而貴嘅啫。但係呢啲咧喺惠東臨海喺陽江海陵島都全部都係白菜價嚟噶啦，甚至係深圳嘅大鵬嘅南澳一樣都係好平嘅咋，然後香港人咧都紛紛咁樣去上晒去嘅，買趁早頭腦都好發熱嘅。咁首先咧，籠統嘅講法咧就個個都知嘅，就係過去咁多年咧，因為土地財政呢樣嘢啦，咁地方政府咧主力去搞嘅就係賣地。銀行咧不斷咁樣去放錢俾房企去投地啦，咁房企咧不斷咁樣起完咧就貴啲去賣，然之後咧資金回籠，咁最終咧新房個備案開售咧就越嚟越貴，然後咧就一個又一個嘅新嘅開發區咧就劃咗出嚟嘅，咁全部咧係佢哋係先賣樓再有各種配套出嚟嘅，咁有各種配套出嚟就再有各種咧生活需求嘅產業嘅，咁全部都係base on 起樓，起完樓發展完樓，起完樓出嚟之後嗰啲咁嘅產業先至慢慢去湧入嚟嘅。人口多咗之後咧，就再有各種咧學校教培咁樣，城鎮化率咧就不斷咁樣提高，咁萬丈高樓從地起嘅，咁亦都係包括產業呢啲啦。呢條咁嘅發展路徑咧行到今日啦，已經咧周圍都係開發區噶啦，但係咧人口咧根本集中唔到喺入邊嘅，所以咧出嚟咧就一個又一個嘅空城而自從咧3道紅線加埋咧2020咧2021正常咧亂柒咁折騰之後咧，呢條路就更加冇得再行落去嘅。過往咧係以呢個漲價咧去清庫存啦，越加價咧做勢越多人咧就買漲不買跌嘅，驚再遲啲去買咧就會再貴，咁所以全部都趁早都衝入場嘅。依家咧國內個購買力咧就大降啦，人咧又失業又驚還唔起債啦，都留錢傍身嘅。咁而房企又爆雷啦，資金咧回唔切咧，就更加冇錢起樓起落去啦。咁爛尾啦，咁度度咧都銷情慘淡嘅。依家咧除咗國企單位之外咧，就更加冇人夠膽去投地嘅，冇得賺之餘係蝕嘅，仲要搞到咧土地嘅政府推出嚟嘅土地咧頻頻都有流拍嘅，
各地都有嘅。嗱，呢啲咧就係宏觀因素嚟嘅。咁我講下具體啲啦，就係過去咧政府夾埋銀行咧一齊咧去谷老百姓咧炒樓咁多年啦，就個個咧係睇樓會升會賺咁樣先至會買嘅。如果樓咧係冇咗升值同埋賺錢呢樣屬性嘅話咧，係根本又唔會有人咧去拎個荷包出嚟咧套夠錢出嚟去買樓嘅。我哋睇下居住需求啦以成日講外來人最多啦，居住好緊火嘅深圳嚟講啦，其實周圍都係宿舍嚟嘅。咁你打一份正常工作啦全職工大部分都包住宿嘅。咁入工廠做啦，就會有宿舍流動啦。咁做美容養生咧，都會租附近啲小區又或者係公司包咗一層嚟俾員工咧收工過夜嘅。甚至咧城中村店咧有啲做美髮嘅，都會響咧同一棟流動嘅上邊農民房一層去提供咧去俾啲伙計住嘅。而普通嘅打工人咧過嚟深圳咧都係過渡性嘅啫。咁就算講咧關內核心嘅區域啦，咁你自己想搵個私人空間，要求唔高嘅，其實都隨便2000蚊千零2000蚊咧，可以好容易咧去搵到個單間嘅一房咁去用新嘅。啲樓咧根本就住唔晒，大把都係空置嘅。咁當然啦，過去咁多年咧，促成買樓需求嘅有好多原因啦，未必同居住需求有直接關係嘅。除咗過去咧買樓都係賺錢啦，只升不跌之外啦，仲有樓係捆綁生活呢樣嘢嘅。大陸咧國內咧就租售不同權啦，就係講緊咧買樓先至可以咧落戶喺嗰間樓作為佢個戶口本嘅住址先至可以咧優先咧去讀附近個學區內嘅學校嘅。如果咧租樓係落唔到戶嘅，如果落戶落響其他區域咁積分排序咧入讀嗰個學校咧嗰個分數咧就會低啲嘅，就更加難入噶。租樓嘅話想申請附近學校去入學咧，要用居住地址咧去申請學位，就更加需要咧業主同意先得嘅。因為咧租樓合同咧係要去報備嘅報備咧可能咧產生稅費嘅，就未必個個業主都同意嘅咁綜合以上呢啲咁嘅因素咧，香港人咧真係要話上去咧，想話有個自住嘅地方，到底又有冇買樓嘅必要咧？其實咧香港人上大陸買樓咧，我覺得咧先問自己一句啦。花錢使錢有冇意義啊？我先嚟講下租售比啦以深圳為例啦，深圳嘅宇宙中心啦，所謂宇宙中心啦，龍華嘅紅山啦，萬科嘅金域華富啦，85平嘅大兩房兩廳賣咧就係單價6萬幾一個平方米嘅。總價咧85平嘅大兩房總價有500幾萬嘅。但係咧每個月咧出租先至6000幾7000嘅啫。寶安沙井2020嘅網紅盤啦，博林君水啦，88個平方米單價5萬幾一個平方米嘅，總價成400幾萬嘅，每月咧出租先租得嗰4500至5000嘅啫。甚至大家都熟嘅羅湖口岸關口咧已經係租售比咧租售比係出名高嘅區域嚟噶啦。但係咧，比如咧就要講啦，我舉個例子講下啦，有個叫金岸大廈啦85平啦，都要4萬幾蚊單價嘅佢總價都成400幾萬嘅，每個月出租每個月出租比盡咧都係6000幾6500咁上下嘅啫。現價入咧，其實連回報率咧，以上嘅例子全部都唔過2%嘅，1點幾個%嘅都已經係常態嚟噶啦。好多人啦，買樓嘅人啦，都好口爽嘅，樓市咧一掉頭向下咧，佢哋就講啦，話買樓我係用嚟自住嘅啫，但係咧上述嘅小區篤下計數機，你租20年，
都係百幾萬，一樣自住。呢度唔啱住，又可以轉下環境，轉下第二度住。你要花幾百萬買，如果你去做埋按揭，以息口咁計下，每年哪怕只係唔升啊，計落其實你都係蝕嘅。佢唔升你都係蝕嘅。你放低幾球嘢話係自住，你敢話你唔係搏佢長遠會升咩？你一樣都只係搏緊佢有潛力，想投機咁嘅心態，而唔係純自用嘅。國內人咧，生活各方面咧，佢哋要落戶啦，咁要積分啦，咁細路咧就要學區房啦，咁要學位啦，咁要公辦學校讀書啦。佢哋買樓好多時候咧捆綁佢哋生活嘅，亦都需要一個地方咧去定居，交社保啊、落戶啊。香港人上去，咁呢啲嘢又燒唔燒到佢哋自己嗰笪啊？基本全部都係度假玩樂為主嘅。但係咧，佢哋就總係以為咧自己真係同當地人咧一樣咁嘅模式咧喺當地生活緊嘅。買間樓其實都係為咗有而有嘅啫，再唔係咧就係投機嘅，投機去賺錢嘅想。再講啦，以目前國內嘅大通縮環境啦，就算咧一線城市都係咁噶啦。租樓嘅市場都唔緊缺啊，樓盤其實咧好多都係空嘅，甚至咧都已經有咧一線城市好似深圳嗰啲都已經有嗰啲返鄉潮噶啦，紛紛咧離開城市城區咧，準備返老家嘅，老家乜都有啦幾大嘅屋都有啦，點住都得嘅。好多小區咧外來人咧都越走越多噶啦，因為好難搵食啊。你租金咧，其實唔跌都已經偷笑噶啦，唔通你覺得通縮加出生率下降加年輕人咧躺平嘅大情況之下咧，租金唔通就仲會係咁升，係咁加租咩？就我自己喺國內嘅出租房嚟計啦，成個小區計剛需戶咧，已經係越嚟越多外來人啦，離開本地噶啦，流動嘅吉屋咧已經越嚟越多啊，租客咧都大把選擇嘅。咁佢唔降租咧，人哋睇都唔會睇嘅。個租金咧，整體個平均租金都係陰跌緊嘅。另外咧，好多香港人咧都有個退休夢啦。好多人咧喺國內買間樓咧，就係為咗滿足咧香港實現唔到嘅退休生活嘅。恕我直啲講句啊，呢個咁嘅諗法更加係頭腦發熱嘅諗法嚟嘅。香港係咪香港嘅消費係咪豐儉由人呢樣嘢咧可以商榷？但係咧，你試下揸住幾球嘢上去住下無間斷唔落返香港，連續喺上面幾年可以睇下自己放唔放棄到香港嘅。舒服嘅地方咧，你就唔會 feel 到咧地區係有活力嘅。當你新鮮感冇晒嘅時候咧，難聽講句咧，日日咧就好似等死咁。繁榮嘅區域啦你又唔夠人哋內卷唔夠人哋折騰。好快你就會覺得咧好冇意思，好多人咧其實都係憑空想象嘅啫。如果退休咧只係講衣食無憂啦，咁一定係農村最平啦。如果淨係諗呢樣嘢，咁農村人都唔需要由4、5線、5、6線嘅農村地方走出大城市城區嗰度尋覓發展啦，更加唔需要遷戶啦。咁農村係咪好地方呢？過往嘅中國人文化啦，萬般皆下品唯有磚頭高啊！有土斯有財嘅諗法人人咧就用樓去度人嘅，去計人哋資產，去定論人哋成唔成功。資金冇出路，除咗大 A 啦同埋房產之外啦，其實咧都只有移出境外一條路嘅啫。但係依家咧資金管制咧又防走資又防詐騙，越封越嚴啦。依家大通縮咧，有樓嘅估值咧，其實都係不斷咁跌緊嘅，一堆咁嘅爛磚頭亦都唔值錢。高負債、高槓桿咧，咁多樓其實先係等同於越嚟越窮啊，越多樓等於越窮啊。大家都對咁嘅環境毫無信心咁其實又有冇必要投咁多錢落去，而又同人講係用嚟純自住嘅咧？我覺得好多人咧，其實都喺度發緊夢嘅啫。好啦，今日咧講到呢度先，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